各位觀眾大家好，呢一集咧我哋會討論一下抑鬱症呢個越嚟越多人患嘅情緒病。今日好高興請到兩位專家同我哋分析一下抑鬱症。喺熒光幕左手邊呢一位係香港大學李薇珍教授，而右手邊呢一位係國際健康養生會主席袁麗萍教授。多謝兩位。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最新嘅統計咧，全球大約有2.8億嘅人係患有抑鬱症，佔咗全球人口嘅3.8%。最重要嘅呢個數字咧，仲有持續上升嘅趨勢。首先簡單啲嚟講，好多人都可能對抑鬱症係有啲誤解，認為單純就咁唔開心、情緒低落，又或者諗得太多就係患咗抑鬱症。咁究竟呢個病係咪咁嘅呢？我哋先請李教授同我哋講解一下。好多謝。單純唔開心咧，就唔係一定等於係有抑鬱症嘅，因為每個人其實都會經歷有唔開心嘅時候。咁唔開心，咁跟住之後過咗呢個過程，咁繼續喺生活上高奮鬥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犯咗有臨床抑鬱症嘅情況咧，咁佢哋嗰個負面嘅執念咧就會好強啦。咁仲有就係話佢哋無論喺生理上高啦、心理上高啦、腦神經上高啦，都會產生一啲變化嘅。袁教授啊，咁喺中醫學嘅角度又點樣睇抑鬱症呢？嗱，喺中醫嘅角度咧，臨床醫學咧就係話七情主病，憂思悲恐喜怒，喜怒憂思悲恐驚。咁喺呢7個方位嘅方面咧，如果係壓力過大、失調咗之後咧，就會導致有抑鬱症嘅。尤其是你睇到疫情咁多年咧，最近呢幾年全球性嘅災難。咁日常生活當中咧，即係幾十年嘅生活習慣，大家都係翻工啊，朝頭早食完早餐翻工啊，到夜晚翻嚟，咁親情啲關係咧都係冇咁密集中喺一齊。所以疫情期間咧，大家突然間韞喺屋企，係產生好多矛盾喺度。咁除咗災難性呢個疫情之後，其實社會上產生好多啲社會問題啦、家庭問題啦，同埋目前咧抑鬱症咧係直線上升嘅。呢個係未來係值得社會有高度重視嘅。咁李教授，患咗抑鬱症嘅人，咁腦部係點樣處理負面嘅信息嘅咧？咁佢哋同一般人係咪有啲分別嘅咧？如果咧就患咗真係臨床症狀嘅抑鬱症嘅時候咧，佢哋個腦部嘅結構同埋功能上高都可能有會改變嘅。咁譬如根據我哋嘅科研數據啦，咁有抑鬱症嘅病人咧，佢哋嘅前扣帶回環係主呢個調控負面情緒啦，咁佢哋比較薄少少嘅。仲有咧，佢哋嗰個腦橋同埋杏仁體個連接嘅強度咧，就同佢哋嘅抑鬱症個症狀嘅嚴重程度係相關聯嘅。咁呢啲咧都係會同一般人有啲分別啦。明白。咁袁教授，咁喺中醫方面，如果係經絡方面，又會有啲咩嘅影響咧？呢個係有好大嘅影響嚟噶。喺中醫角度嚟講咧，即係由五臟啦，心係主喜嘅。頭先講七情，喜怒憂思悲恐驚。咁心係主喜，如果佢有咗抑鬱症，咁變成咧就會導致咧個人咧經絡上失調，會唔開心。咁脾臟咧，佢係主思考嘅。整體嚟講咧，經絡上佢就失去一個平衡咁樣。咁一般人日常可以做啲乜嘢去避免產生抑鬱情緒咧？咁我哋嚟講咧，就係如果能夠盡量保持一個有規律嘅日常秩序啦、時間表啦，保持睡眠嚟講咧個節奏亦都係有規律啦。咁另外更重要嘅咧就係話我哋如果要保持翻社交啦，因為有抑鬱
情緒嘅朋友咧，佢哋好多時候咧就係唔願意去見人。咁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危險嘅因子嚟嘅。咁所以咧，當大家覺得自己步入抑鬱嘅情況，就應該唔好話唔見朋友啊，唔同人講嘢啊咁樣。咁最後嚟講咧，更加重要嘅咧，都要保持一個恆常嘅運動嘅習慣。嗱，喺呢度講恆常運動嘅習慣咧，其實抑鬱症咧就係話佢有前期，一路發展到臨床。咁喺呢個初起嘅階段咧，講緊運動啦、氣功啦、太極啦，都可以改善到嘅。咁例如咧，即係五行平衡功，我哋同香港 U 咧行為健康中心嗰邊係曾經做咗啲科研嘅，五行平衡功改善抑鬱症咧嘅效果係非常之好嘅，同埋咧我哋嘅科研成果咧都喺世界醫學雜誌嗰啲論文係發表過嘅吓。嗱，呢個問題咧，好多觀眾都想知道嘅。一般人咧係點樣判斷自己係咪有抑鬱病咧？如果發現自己有抑鬱，咁最簡單嘅化解方法又點樣咧？阿李教授同我哋講解一下唔該。係啦，咁如果咧覺得自己有一段時間都情緒低落啦，對事情提唔起興趣啦，睡眠方面咧，瞓覺嗰陣時候咧又好難入睡，瞓得唔好，咁開始影響到認知功能啦，例如話好難專注咁樣嘅時候咧，咁可能咧已經係步入一個抑鬱嘅狀態。咁如果呢個狀態更趨嚴重咧，佢就冇辦法維持日常嘅生活咧，咁我哋就叫佢就話佢係進入咗一個臨床嘅狀態啦。咁如果真係發覺自己開始步入一個抑鬱嘅狀態，咁嘅時候，甚至乎已經進入一個臨床嘅狀態咧，咁應該係快啲去尋求一個專業嘅幫助啦。咁袁教授咁喺抑鬱情緒方面咧，喺中醫學你又有啲乜嘢嘅見解咧？嗱，頭先咧講緊抑鬱症咧，李教授都講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啦。咁喺中醫嘅角度咧，就係話，當你發現自己嘅情緒低落，做乜嘢提唔起興趣，尤其是你最有興趣嘅事，以前一路都做開，突然間唔想做，呢個時候咧，你就有高度引起一個重視，包括你夜晚嘅睡眠個質素啦，社交同朋友來往個頻率減少咪呢個你又高度重視啦。咁喺點樣去幫到自己，冇真係走到李教授講要尋求專家嘅意見，因為我哋講預防勝於治療。咁喺呢度咧就有好多方法可以幫到自己嘅，就係話你好似喺中國古代都有音樂，五音配五臟，就係宮商角徵羽，呢啲咧係可以令到你內臟咧透過啲音頻去改變嘅。咁呢個係一個方法啦，多聽啲自己開心，令到自己開心嘅歌啦，加強多少少你中意嘅人嘅社交，由呢度開始出發，因為心情都唔好啦，出去見到唔中意見啲人，咁你咪更加唔開心，所以你又揾啲令到自己開心嘅音樂啦，自己中意啲人啦，朝住呢個方向去自己幫自己咁樣，冇令到真係要尋求專家嘅意見。咁嗰個時候咧就自己身體受損啦，加埋咧荷包都有受損嘅咁樣。所以喺呢度咧都呼籲大家即係提早預防。如果有需要，可以我哋國際健康養生會咧都有免費幫一啲有需要嘅人士去改善自己身體健康，同埋冇有抑鬱症。
咁啊，袁教授啊，當家人咧有抑鬱症嘅時候咧，咁照顧者又有啲乜嘢要關注咧？嗱，喺呢度咧就係話，我覺得重要嘅就係愛心，因為你愛佢，你先會去照顧佢。但係你唔可以因為愛佢照顧佢，忽略咗最重要嘅係咩咧？就係你自己。我覺得關愛佢嘅同時，你一定要自己立一個概念俾自己，就係話，因為我嘅愛，我想佢好，我想佢健康，我嘅生命入邊唔可以冇咗佢。喺咁樣一個理念樹立咗之後，你又話俾自己聽，我唔可以因為佢嘅抑鬱影響到我又用健康嘅心態，用愛嘅心態同佢攜手同行。咁前面都講咗好多，就係話音樂啊、氣功啊、即係太極啊、八段錦啊等等，都可以幫到佢哋噶。咁喺呢度咧，就係令到我諗起咧，就係10幾年前咧，我哋同香港 U 咧都係用五行平衡功做咗一個癌症嘅科研。咁呢個科研非常好嘅成果，我哋俾個名咧就係叫癌症與家人攜手同行，一個科研成果，效果非常之好。我咧就非常之認同阿袁教授講嘅，咁因為咧要照顧抑鬱症患者個照顧者咧，其實佢個情緒負擔都係好重嘅。咁一方面當然愛心照顧家人，但係亦都要注意自己個情緒健康啦。因為你照顧人，如果自己都唔健康，就冇能力去再照顧你自己所愛嘅家人。咁所以喺呢度嚟講咧，就係講一句啦，照顧人，但係要注意自己嗰個情緒健康。係好多謝李教授同袁教授兩位專家咁寶貴嘅分享。咁作為觀眾嘅你，又或者你身邊嘅朋友，甚至乎親人，有冇懷疑患上抑鬱症呢？如果有呢啲懷疑，唔好等，喺我哋嘅影片下邊有個關於國際健康養生會嘅資訊欄，歡迎你哋打電話或者 WhatsApp 同我哋嘅專人聯絡，佢哋會好有耐心咁講解俾你哋聽。今日節目到呢度為止，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次再見。好，拜拜。